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红哥，先赞后看，好运不断。那 ChatGPT 呢，最近呢大规模的封杀账户呀，之后呢，目前呢暂停的这个 Plus 付费版本，因为这个 ChatGPT 发展太快速了，与市场还没有完全做出反应，便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升级迭代。那包括马斯克这个创业狂人都感到焦虑了呀，直接再次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呼吁暂停这个 ChatGPT 的更新。历史激起千层浪，ChatGPT 呢，由此呢，引来了各方面的一个监管调查。那另一方面呢 ，OnTheBridge 这个跨链桥呢，受到了黑客的攻击，损失惨重。不过呢，目前黑客呢已经返还部分的资产了。那这也再次告诉我们呢，黑暗森林其实离我们很近。香港的这个嘉年华呢越来越近了，相关的板块呢在2月底的时候已经让 VIP 的宝子们的布局了包括 CFX 呢，有关注红哥的宝子们呢应该知道红哥在很早期的节目当中呢有讲了 CFX， 如果跟上红哥的思路的话呢，都已经吃到肉了细心的宝子们可以看到，那 CFX 呢从最底部呢到最高点的话呢，基本上有20多倍的这样一个收益了。那以太坊上海升级呢也临近了，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谈到布局相关的板块，那今天呢我们有看到相关的板块呢有出现了这个上涨。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去操作的宝子们呢，可以进入红哥的内部群，那让红哥来宠你。那最近呢空头市场依然热度不减的，如果你想通过空头来获得收益的话呢，不妨进入红哥的内部群，让红哥的手把手教你入空头。那红哥的会员有来自于海外的，远至徽州，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参与Web3，不如进入红哥内部群，和红哥的一起共同建设Web3。另外呢，简单的说说最近的行情。那比特币呢，目前呢依然在28000到29000这个区间呢来做一个震荡区间。如果想操作的宝子们呢，可以以这个28000呢为一个分界线跌破这个28000呢可以止损。以太坊目前呢稍微比这个比特币呢要强势一些，但是资金的话呢，目前呢明显的是稍显不足。上方呢19000呢已经到了一个阻力点了，如果接下来没有办法在这个19000这个位置站稳的话呢，有可能还会做一次回调。那操作的宝子们呢依然要自己把握好这个仓位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，还没关注红哥的可以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